所来看这画面，这是高雄市的中山路甲七贤路这个早起的情形，这台车要挖正手，但是头前明明两台奥多摆啊，煞总直接弄落啊！这个驾驶后才讲歹势，伊迄当时啊想要动，但是啊打无动啊，车可能故障啊，煞总将奥多摆弄倒。民众半暝啊塞车出门，伫路口等车红灯。 想袂到结合一台失控要正我的轿车甲弄落，弄一个车龙倒退路，真正错一条。规个车骑到这来，规只弄啊，就骗你啊！啊，咱咧停红灯嘛哦。哎呀，我跟他，我们两个都很遵守规矩，在停红灯啊。车祸都发生伫今仔日饭店，高雄新兴区中山一路甲七贤一路口。 27岁姓罗的男驾驶来做酒店的经纪，伊行中山一路转去公司的路链，要我入去七贤一路的时，结果失控，弄到对向两台咧停红灯的小客车，驾驶自称是东亚失灵。没有分心啊，就因为刹车踩下去那时候，第一踩没反应，第二踩才有反应，然后刚好来不及减下来速度，然后太快转过来甩尾就撞到他了。我赶回公司，交通分队人员到场测绘。 并对3名驾驶实施酒测后，确认均无酒精反应。加在现场3驾驶甲2个乘客人拢无安怎。今仔日是劳工节，细路的驾驶就爱去上班，半路搁出车祸，这件意外让大家拢真着惊。详细调查原因，爱搁等进一步调查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